大家好，歡迎收睇4OSSIBLE 收市報告。今日係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。首先講明，呢條片只供教育同娛樂用途，唔係投資建議。我哋開始啦。股市微跌收市，標普500跌 0.3 個百分點，納斯達克跌 1.0 個百分點，道瓊斯升 0.3 個百分點，羅素2000跌 0.7 個百分點。引伸波幅方面上升咗 0.2 個百分點。睇返主要指數，今日最強係道瓊斯。整體嚟講，大市上方有壓力，唔容易升上去。板塊方面，必須消費帶頭，升 1.7 個百分點，最弱係科技，跌 1.8 個百分點。11個板塊入面有8個上升。今日主角係天然氣，升 1.6 個百分點。至於最弱嘅係 Applied Optoelectronics， 跌 13.8 個百分點。今日升幅榜，天然氣排第一，升 1.6 個百分點。跟住係微軟、Intuit、Adobe 同 Autodesk。跌幅榜方面 ，Applied Optoelectronics 跌得最勁，跌 13.8 個百分點。之後係希捷、閃迪、Ciena 同美光。睇返成個觀察名單，5隻升，25隻跌。今日做得最好嘅係天然氣、微軟同 Intuit， 表現最差嘅係 Applied Optoelectronics、希捷同閃迪，其餘啲股份就好淡增持。跟住要留意咩？天然氣今日升 1.6 個百分點帶頭，睇下後續有冇跟進買盤。Applied Optoelectronics 最弱，睇下會唔會止跌。板塊方面必須消費帶頭，科技就拖後腿。引伸波幅上升，止蝕記住要有紀律。跟住講下5隻焦點股，呢啲只供教育用途，唔係投資建議。天然氣支持位喺10附近，止蝕擺喺10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11。微軟支持位喺482附近，止蝕擺喺475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513。Intuit支持位喺365附近，止蝕擺喺360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391。Adobe 支持位喺273附近，止蝕擺喺269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291。Autodesk 支持位喺252附近，止蝕擺喺249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266。全部都係跌穿支持位就止蝕，博2倍風險回報。投資記住要自己負責。再講下呢股票替代觀察，今日冇一隻合資格，因為而家啲領頭股都升得太急。呢套做法係趁大市回調先買優質股，唔會追突破。所以繼續等，天然氣等回落到 9.96， 微軟等回落到 478.00， Intuit 等回落到 337.58。只供教育用途，唔係投資建議。以上就係今日嘅收市報告。如果覺得有用，記得撳讚、訂閱同開通知。冇嘢係唔可能嘅。It's4OSSIBLE